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明年即将进行2022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被视为蓝营台北市长的强棒。先前他接受专访时表示，民众确实会跟他反映市政的问题，也对他这方面的表现有所期待。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其实，因为在台北市担任立法委员也第2届，那在地方基层我也其实接触很多民众。那最近其实陆陆续很多民众都会给我很多建议，甚至他们会把很多他们面对施政的问题提出来，那希望我能够看用什么方式帮忙解决。陆陆续很多的民众他们从一开始可能会跟我反映一些立法修法的问题，到现在渐渐会跟我直接反映对于怎么样解决台北市民碰到的问题或市政相关的建设，他们也希望我在中央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跟地方合作来共同解决。所以委员，你的意思是，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是民众他们对我有期待，他们希望说，既然身为台北市的立法委员，那如果可以帮台北市来解决更多问题，我觉得他们是有期待，所以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建议。我认为其实很多政策，台北市的政策可以纳入更多创新的思维。举例来讲，我觉得包括像服务设计的概念，就是叫做 service design 这样的概念，其实可以把它融入在很多市政规划上面。比如说服务设计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到星巴克，他一定会做服务设计。所以服务设计就是他们会先规划，比如说客人进来他的动线，然后他点餐，然后我们的柜台人员要怎么服务，怎么问话。那这个动线流程怎么让它更顺畅、更有效率？其实有很多创新的思维可以纳入到政治，甚至纳入到很多市政的规划上。那这也是我过去在矽谷的经验，而且我过去协助很多新创团队，学习到的很多这样的思维。就事论事，我觉得对的事情就应该坚持。就像我当时会支持促转条例第6条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我认为，我始终相信，面对历史还原真相，才能让台湾跨出和解的第一步。这点非常重要。那很多人其实会不解说，好，那为什么当时对于促转条例很多其他条文你不支持，你只支持第6条？因为如果大家看到促转条例里面其他的条文是充满针对性、清算式的文字，比如说第16条、第18、第19条，他们甚至逾越检察官或法官，而直接拥有司法调查权。这其实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立原则。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在2018、2019连续2年荣登台北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的牛肉面店。这亮眼成绩的背后，却是刘少林浪子回头的戏剧人生。面店老板刘少林曾经是酒店大亨，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而他在看透了外头世界的浮生若梦，决定回家接手父亲的牛肉面店。如今就与新知一起来，让牛肉面店从早到晚都座无缺席。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没有，老客人都吃了很久了啦，他们就只要闻啊，一吃就知道有没有少，有没有怎么样。还好喝啊，就是骨头、大骨、牛肉、碎肉、碎牛筋、牛油下去熬的。只要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捞掉了。因为没有东西了，没有油的时候，油炸不出来，煮不出来了，你再煮也没有用，也没有味道了。这个东西啊，便宜啊，不要舍不得。
哎，尽量用，你的汤头的味道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哦，我们的这个骨头啊，我们又把它锯成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把它的密度哦，直接把它释放出来，不要浪费，已经干掉了。为什么？都已经差不多都出来了。你看这里面的这个纤维啊，已经干了。因为锯这个啊，费时啊，费时间呐。啊，你没有这样子锯，你浪费这个骨头啊。这样大骨汤再舀到原汁汤里面来，然后这个汤就可以直接给客人喝了。开酒店啊，我喜欢喝酒啊，朋友也多啊。现在讲到喝酒啊，真的是啊，开个酒店啊，花了本钱不算，光喝也喝了600多万，1年。我说这样再下去啊，不得了。为什么？没有金钱来源的啊，赶快断吧。断了以后想一想，回来卖牛肉面最实在了。一碗面多少钱？你没有钱我请你，也不用赊账。酒店一摊1万多、2万多，那个很恐怖啊！你出去啊，你就知道外面啊好混不好混啊。啊不好混你自己会回来，你是心甘情愿的回来。我就想我就 OK 了，因为我自己想回来，就是因为外面没有那么好玩了，也不是那么好混。你要当流氓，交际应酬也是要钱，什么都要钱。你没有金钱来源，你就是回来这里。这里最实在。刚开始他交给我的时候也不是很放心，他就是每天都下来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看着，哎，看我有没有在做。他是讲了一句话：你不开门啊，没有钱。我捞面，他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天才。真的啊，我一次捞就可以捞到200多斤到300斤了。以前老爸一天卖500斤的面，我那时候捞面的时候，捞到2只手都没有力气了。他说：“你再捞下去，那个10点一冲破啊，你就没有感觉了，你会越捞越顺。真的，就冲破了10点的时候，你怎么捞都不会累。而且现在捞啊，你客人越多，我捞得越兴奋。来，上。”再走一碗。老板，这边夏天的时候，讲一下这个厨房。夏天在喜山温暖的夏天。夏天是最喜山温暖，又不用钱，又可以减肥。这个蒸汽就100多度了。你看，它4个炉子都在下面烧。所以说，要卖这个，一定要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生完了以后再来占这个位置。所以说，他们有兴趣啊，有责任感啊，他们接是没有问题。那如果没兴趣呢？没兴趣啊？你看刚刚那些员工啊，要养2个家，他们就是后面的最后的，没办法，因为小孩子你要有兴趣啊，有兴趣你怎么做都不会累的。这一摊牛肉面啊，是把你们养大的，是靠这个牛肉摊把你们养大的。你们能接就尽量接，不能传承的时候，还是有人会下去接。而且我老婆现在有时候会退场，让他们站，就是一直在磨练他们，什么状况你们要自己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当我妹妹啊。当我小孩也可以，就是，毕竟他们啊离乡背景来到这里的，讨生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外面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了。用心，你一定要用心的去煮这一锅汤，料要实在，就那么简单，啊，没有什么好添加的。
许多人认为高龄化、少子化可能会造成台湾的国安危机，但事实上，台湾现阶段的人口红利依旧保有优势，可以让危机变成转机。国发会预估，2050年老年人口最高峰将达到746万人，占整体将近40%。总觉得年纪大了，应该就要在家里含饴弄孙啦，所以出来工作是不是命不好这样子？但我们就发现，这群55岁以上的银发族呢，他们不单单是身体状况都非常好，而且其实有这么多年的丰富的工作经验，不管是人生的阅历啦或工作经验，其实，要离开职场，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看看50到54岁劳动率，邻近国家有80%左右，台湾却只有73.5%。55到59岁从7字头掉到5字头，再看60到64岁，更是从7字头对半砍，65岁以上直接下杀个位数，来到8.4%，显示台湾中高龄在职场上消失的现象，都较其他国家情况严重。我想我们讲中高龄，就在讲是说退休后的啦哈。退休后的很多中高龄的，其实他们都很有经验，有当很多公司的主管，有很多想法，而且也有耐心，哦。那一般来讲，他们也不会要求很高的薪水，因为我们也不要他们去抢年轻的工作，但是他们可以发挥，譬如说顾问的功能啦。为了提高劳动率，劳动部成立银发中心，6年下来，共有1万多个大龄劳工来找工作，统计媒合4900多个，媒合率将近1半以上。随着时代不同，观念转变，逐渐退休的战后婴儿潮世代与家庭开始走出来，也有更多企业愿意任用大龄劳工，带动整体中高龄就业的友善环境。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加油吧！别这么。统一超商与社福团体合作，聘请失智爷爷奶奶当实习店员，不仅能让长辈们重拾生活能力，社区民众也能感受到对长者友善的职场环境。就我会发现他会比我带的那些工读生还要来得仔细，发现这边的客人其实也会很有耐心的让他们慢慢结账，都不太会有那种就是不耐烦的态度。我要知道我要做什么，就是比较清醒，对精神很好，对身体也很好。即便这间极点的咖啡馆属于公益性质，但其实也能给其他公司企业在聘用大龄劳工部分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向。熟练的动作冲出咖啡香。64岁王大哥是手冲咖啡师，也是顾问师。退休之前可是金融产业高阶主管，专业的金融理财知识，付上一杯咖啡的价钱就能轻松获得。那去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子仁萃这边在104大概有征这个所谓的，他的征的名字叫做顾问师是吧？咨询顾问师。但是呢，也有这个咖啡的这个专业训练，我们也怕很寂寞。有人来找我们聊天，我们多高兴啊！知无不言呐。是又可以喝咖啡，又可以那个等于是聊八卦，讲一讲那个抒发心情。所以咖啡对我来说是一个算是很美好的回忆。所以那时候看到咖啡2个字，我更不晓得要做什么，就来了，对呀。其实，职人萃咖啡馆不仅培训手冲咖啡师，同时也帮退休的中高龄者接案讲师的工作，甚至帮忙成立平均年龄50到60岁的剧团，剧本、音乐全都原创，还自编、自导、自演，斜杠人生的精彩程度不输年轻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大龄劳工还在职场上，根本在抢年轻人工作。不过洪大哥说，经营共识不仅是互利，还能减少社会成本。传承的意义比较大一点，哪个传承的经验传承？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如果要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花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些工作，可能我们比较吃力，所以我们可能会缩短一点工时，然后属于比较经验上面的。一些方式来告诉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也比较快一点可以上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互利的一个想法。
它不是一种竞争，或是我们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其实劳动力缺口可以靠中高龄就业、企业提供轻盈共事的环境来缓解之外 ，AI 科技也是机会点。其实 AI 已是趋势，不管是高科技或是传产，都得思考导入技术，增加竞争力。虽然不可否认，确实将取代一部分人力，但产业大佬认为，将有更多人从劳力密集转为脑力密集，创造出的价值潜力将更为惊人。我们的教育的普及性高，所以我们未来追求的应该是靠脑力来做贡献。每一个人的所得要想办法把它提高，消费力也才会高。因为服务业是比制造业大2倍，服务业以前都没有国际化，那如果能够国际化的，都有100倍的空间。那服务业目前的水准呢，可以改善的空间呢，是制造业的5倍，所以2乘以100乘以5就是1000倍的机会。智慧居家、智慧医疗，协助年长者生活便利，更能解决人手不足的窘境。像是超商导入煮咖啡机器人，可以让忙碌的店员喘口气。务农面临的人力老化与缺工，靠着自动化、智慧化，帮农民减少人力支出与成本，确实也提高收益。到现在改了机器人之后，就是由牛自己去决定那个挤乳的时间，基本上透过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牛的状况啊。比如它今天昨天牛奶很多，为什么今天变少了？或者是品质变差了？基本上那个机器人都会做到即时通讯，它会节省那个牧场耗费人力最多的那个部分。这正是台湾的机会。即将要退休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历经台湾经济奇迹，有钱有闲有知识力，对科技接受度又高，这样的消费族群将在未来成为大宗。而各行各业如果能以台湾一向自豪的资通讯优势为基础，锁定这一群人，再输出国际，下一个兆元产业充满想象空间。关于人口负成长，还有你可能没想到的机会点。那你照顾自己父母亲的初期啊，这种话你大概就学得如何自己能够延缓自己的老化。所以它可以一举好几得啊，但是政府要给诱因。而且我常讲说，这种没有所谓的先进国家啊，他们只不过先做未必等于先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有限的经费跟人力用在刀口上面，那台湾才能够永续，这是一个永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不是说当下的大撒钱、大撒币，这个是会提早结束。远从美国而来，在台湾各个大学教书，最后北伐成功，进入中研院的康保教授，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有着30年的深度研究，令人啧啧称奇。你入到地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比生，他是负责帮信徒的诉求写成文字，然后给道士去念。那他就听你讲你们对话，把整个来龙去脉发生了什么事啊弄清楚，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了然后写下来以后就给你拿去给道士或者庙的人员帮你朗诵，你再去烧掉，神明再听。你整个心情都缓和下来了，所以进去庙里那些人脸上的表情，跟出来的表情是完全2个不同的表情。所以这个仪式真的在干什么呢？在降温。所以这些人都有写书文了哈。对。然后他们都是改运用的哈。对。还有另外一些在上面都是不一样。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都是什么阴禅啊，什么阴灵啊，什么的。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道士在那边帮信徒写他们改运的那个祭文啊哈。当然，台湾的汉人文化很多是从中国带过来，中国也有王爷，中国也有妈祖也有八仙什么这些。那台湾的信仰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发展，是因为它的现代化、它的那个商业化、工业化，还有最主要是它的民主化哈。庙在民主化，它的力量
尤其是地方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从文监会到文化部，就是那些官员，陈启南啊什么这些，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文化是要保存，这有所谓的无形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可以保存啊哈。啊，什么基隆中元祭也快要开始，对不对？就变成很大的一个嘉年华。新康明报字阿呆号无为啊哈，台湾台语叫做恐怖哈。我以前跑天有个助理姓肖哈，我们跑天的时候这空一节的肖哈。那我在台湾定居是从民国80年了，这是我嫁到台湾以后哈，然后在一些大学教书，最后北法成功到中央研究院。但是其实我第一次来台湾是民国72年。73到74年，我又来台湾1年，到台大的士丹福中心学中文。那在士丹福中心，因为在台大，所以我开始认识一些台湾的大学生、研究生。好，他们开始带我去什么鹿港啊、新竹啊。那我突然意识到，有另外一种语言，叫做闽南语啊。那开始就有什么城隍啊，有什么马祖啊，什么这些。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看一些台湾的庙，觉得就哇很有意思，很精彩了。3年一次，他们烧王船，他们说是为了预防那种瘟神进来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即使是民国74年，台湾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瘟疫啊哈。所以他们后来改解释说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孤魂野鬼或者妖魔鬼怪哈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松江镇啊。拿着武器啊，那更重要是八家将啊，那些画着脸谱啊，都要去赶鬼，所以就是3年一次，把所有的那种妖精啊、鬼怪都要赶走。那印象最深刻一次就是我跟助理我们有常常白天跑天，晚上到林边去吃海产啊，去兜风啊。吃海产喝啤酒，然后再骑摩托车回来啊！有一次骑，那路都很黑，我就突然觉得一定要刹车，然后就下车去看，挖了很大的一个洞，但是没有任何告示牌。我如果没有停，我一定跟助理继续，而且很深啊！我那边一直在发抖，我吓死了！我怎么知道要刹车？那理性也不会啊，对不对？一定有一种力量告诉我要刹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王爷在保佑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你是要问我有没有看过鬼神，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有没有感觉到？我有感觉到。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